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昨下晡伫屏东呢，有一台要去垦丁佚佗的电动车，伊是弄到一台南仔空车的后斗，搁去弄到头前咧等红灯的奥多拜，包括这电动车驾驶呢已经不幸死亡，也那车顶3个人，也有奥多拜2个大人甲2个囡仔，拢总有7个人拢是轻重伤，送病院治疗。 一台南仔空车经过恒春台26线，过无几秒，一只电动车对后面高速劈过。电动车闪无过，先弄到南仔空车的后斗，失去控制，规个对路边等红灯的奥多拜搁弄去。对另一个角度看，等红灯的民众想要闪煞袂赴，互电动车扫着。奥多拜2个大人、2个囡仔小在受伤，2个大人伤势严重。电动车面顶4个人，驾驶死亡，驾驶的太太和车顶2个囡仔嘛受伤。就有人飙车，然后这台车刚好要右转，然后就直接追尾撞到后面。汽车吗？汽车。它的轮框在那里啊。事故现场，电动车和机车规个弄甲密密麻麻。这件车祸发生伫初六下晡晚5点左右，姓李26岁的查甫人，租电动车载太太囡仔，准备要去垦丁佚佗过生日。驶到恒春，唔知影原因愈驶愈紧，发生意外。姓李的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死亡，太太因为无下安全带，摔出车外，2名囡仔拢送病院检查。我对他的生活状况不是很了解，就是他出来，他也都不太会跟我讲他要干嘛。家属表示，死者平常出门袂特别交代要去倒，就讲要去佚佗尔，想袂到煞发生事故身亡。目前伊大体囥伫枋寮殡仪馆，等待检察官烧验调查车祸发生的原因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